台北市长郭文泰这2天嘛到高雄，早暝伫咧大寮甲后援会做伙食暗顿。郭市长的支持者真热情哦，尤其是看到市长甲太太陈佩琪合体来出现，是大声一直喊休，讲娶某都爱娶陈佩琪，啊若投票敢若投郭文泰。郭文泰嘛甲支持者一个来握手。郭文泰参加科批后援会暗顿，袂输是大明星出场。 看到郭文泰本人，这支持者有够欢喜，一直翕相，尤其是郭文泰甲因某陈佩琪做伙行上舞台。现场一直发口号，郭文泰一直握手，后壁队太祖人气嘛真旺。 有囡仔嘛要烧钱握手，郭文泰拢握手回礼，感谢大家支持。郭文泰甲支持者的见面会有几百人收听，难得有太太陈佩琪陪伫边。即摆郭文泰到南部，这市长的支持者一直发投票指导郭文泰，要将郭文泰送入总统府。